多个老大人因为常常无和人接触，出现孤单无助的状态。为了要鼓励这些老大人会当行来到外口参与社会，新得到这社福团体特别安排趣味的运动会，和阿公阿嬷伫运动过程当中呢，来训练到因的体力，保持身体健康。也来上界重要就是互因行出门来交朋友。趣味的摇裤啊，互规身躯拢振动起来；个布裤啊，以及贴背啊，透过简单的动作，互时代练反应。这场运动会是社福团体特别为独居的时代办的，希望鼓励长辈出门甲社会接触。叫人接触安尼先，大家才袂痴呆安尼，才会健康安尼。家己设法。想办法要运动，你慢慢身体就慢慢起来。我感觉这老人足高追的，伊嘛定，我看伊定出来佚佗时，足活力的，足活力的，然后看起来足健康，会晓食饱哩。社福团体指出，大部分独居的长辈，平常时拢踮厝内，较无咧甲人互动，卖常常出现孤单，甚至是不足的感觉。这摆安排趣味运动会，主要就是希望鼓励因出来外口交朋友。独居长者啊，平常在家，那也没有人可以交流，我们担心他们的功能会在退化，让长辈可以有机会可以出来运动，那好好的交友，那可以就是减缓就是认知的退化，同时也保持身体健康，然后预防3高的就是疾病。主办单位表示，透过大家互动，那互时代身体勇行，心情较开阔，也希望透过运动来观察老大人身躯经脉的状况。若有无爽快，卖当进一步做线下的健康管理，达到预防恶化的效果。记者杜文和新店报道。